各位同學大家好，歡迎嚟到數學指引之後就到 DSE 啦。相信做咗唔少 past paper 或者 mock 卷嘅同學咧，都應該發現有陣時有啲題型咧，成日見到都會 keep 住會錯嘅，做嚟做去咧，每一次見到都係覺得好不安。其中一種出人意料又好簡單嘅題型咧，就係地圖比例嘅問題 （map ratio） 嘅問題。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小技巧，等大家遇到呢啲問題嘅時候可以輕鬆解決咗佢。立即睇一睇以下呢兩條名校試題嘅實戰分析。第一種題型咧就係你哋俾咗個真實嘅面積你啦，同埋地圖上面面積你，叫你揾翻個 scale of the map 嘅題目。咁一般而第一件事我哋點做啦？我就要先寫出地圖嘅面積喺左手面，20個 cm square，咁喺左手面。然後咧，我哋就寫埋真實嘅地圖面積，唔係真實嘅面積就係5個 km square。一定要寫單位，非常重要。第二件事，我哋要令到地圖嗰個數字變成1，咁我哋兩邊一齊除20啦。咁佢就係1個 cm square，俾幾多咧？0.25個 km square 啦。第三步，我哋兩邊一齊 square root，連埋單位一齊 square root，咁咧就係1個 cm 俾0.5個 km 啦。嗱，非常之重要，單位都要 square root 埋。咁然後我哋就可以將嗰啲單位統一啦。1個 cm 對應0.5 km，即係500 meter 啦，咁我寫500 meter。咁然後咧就再將 meter 轉成 cm，500 meter 即係加多2個零，咪變成 cm 啦。然後大家單位一樣嘅時候就做完啦。所以答案就係1:50，咁輕鬆解決咗第一題啦。記得個步驟，第一步係將地圖面積寫喺左手面，真實嘅面積擺喺右手面，一定要連埋單位。第二步啦，就係將兩邊左手面地圖上面嘅數字變成1。第三步啦，就係將兩邊一齊 take square root，然後就再將啲單位統一咗佢，咁你就可以解決咗呢個問題，非常之簡單。我哋睇第二種題型。第二種題型咧就係俾咗地圖上面嘅比例嚟，咁啊叫你話呢個嘢咧係地圖面積嘅12個 cm square，就要揾翻真實嘅 area。咁啊做法點樣做？非常之簡單。第一件事啊，我哋就寫1 cm，連埋單位寫，俾15000 cm，一比15000啊嘛。咁所以當然我哋嘅單位就係 cm，即係1 cm 比15000 cm。然後我哋就再將佢轉成 meter。因為個問題俾我哋選項嗰啲實際 area 全部都係 meter，咁我哋就轉成題目要求我哋嘅單位 meter。咁啊，點樣將 cm 變 meter 啦？除100，大家都應該知噶啦。咁就係1 cm 比150米。當然其實咁唔係幾好嘅，但係我哋照做，畢竟佢只係 MC 嚟。咁我哋再將兩邊一齊 square，冇錯，就係倒轉翻轉頭嚟做啦。兩邊一齊 square，一個 cm square 對應幾多咧？對應呢一個2500個 meter square，咁樣兩邊一齊 square 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每一個 cm square 就對應20，就對應22500 meter square 啦。咁你12個 cm square 咪乘翻12啊？12乘翻22500，所以咧就會做到係270000個 meter square。咁答案咧就會係 boy，非常簡單。步驟係點啊？再重複一次，首先抄低咗個比例，1比15000，1 cm 比15000 cm 啦，連單位抄，然後再睇下題目到底要求你嘅單位係乜嘢。佢係 meter square，你就再將個 cm 轉成 meter 啦。咁然之後兩邊一齊 square，咁你就會做到幾多 cm square，一個 cm square 對應幾多 meter square。最後你就可以用翻比例輕鬆揾翻個答案出嚟。咁呢一個咧就係關於 scale of map 嘅一個簡易嘅教學。希望經過呢個教學之後，大家唔會再卡喺呢啲 scale of map 嘅題目嗰度，可以幫大家喺呢個 section 裏再克服多一個難關。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有你哋嘅支持，自由社嘅 channel 先可以走得更遠。Thank you，多謝大家，祝大家考試順利，科科五星星。like 咗呢條片嘅人，據說特別容易五星星。Thank you。